4、5同學，如果你 hea 咗成個暑假，咁9月開學就係你英文科關鍵超前嘅最佳時期。我哋下定決心，而家要急起直追。咁9月份 Janet 就同你極速保底。中4、5王牌技巧班係包含咗濃縮4卷精華，喺讀寫聽說4方面同你全方位進行魔鬼式訓練提升，務求擊破你每份卷嘅弱點，大考前極速保底。事實上，針對保底同學，我哋已經幫助以上多位學生成功逆襲，1升3、2升4只是恆常，更加係創造出連腰升4、1升4、3個月2升5、3升5、4升5升或5升4的真實奇蹟佳績，想好似我哋門生一樣，英文科絕地翻身，立即 click 以下呢條 link WhatsApp 我哋聯絡取得詳細資訊及報名。而中4、5想保底嘅同學，3個月嘅時間就可以令到你 DSE 英文贏在起跑線。你想做一個 winner 嗎？WhatsApp 我哋話俾我哋知你嘅答案。但如果你仲係唔係好 sure 我哋係咪適合你，歡迎你參與我哋嚟緊嘅1日英文精讀課程。只有體驗過呢一種，你先知道乜嘢係真正能夠幫助到你嘅英文課程。保底嘅都可以嚟揾